那就不要他妈的这种过的，不拍。那这给我靠嘛，我抬。穿，别给我再搞。看这个分儿了，发客气。就前面。发客气到就听到就行了，就发这里。哎，听到就行啊，找空搁就行。来，沙发也是，等会儿他搁个地儿，然后咱把沙发往里边放啊，沙发搁在里边去。来，干不起。现在是干这个。往里边放。